为南台湾起家青金陵建筑团队，日前伫市长黄伟哲、甲副市长赵清辉见证下，由董事长林聪林捐赠300万，予台南市的社会协进会、心智障碍关顾协会、甲主攻心脏协会等3个社会福利团体，每一个团体100万，帮助推动心脏的福利。今天让我个人非常的感到感动与感谢，也就是我们经营事业有成可以说是少年英雄雄才大略，我们的林董事长能够在这个台南市的蛋黄区中的蛋黄区平实营区来立案，来做这么大的建筑，尤其是在15层楼200多户的这个建案里面，可以说看到我们整个平实营区非常好的都市机能，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坐落空间。不仅如此，在今天的动工典礼中，我们还看到了对于青金陵建设在回馈社会以及帮助弱势的这个道路上，一起来捐赠我们3个社福团体，总共300万的，真的，大家掌声鼓励鼓励，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哈。所以说，这个企业跟社会跟城市共同成长，我们非常感谢。7月1号平均地权条例实施，不管是在囤房税，我想都要做某一程度的一个在房地产的一个控管。那我们也乐见未来这种地上权过产署推出的这样子的土地，它只租不售，70年的权利。那这个在全世界各国，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包括英国，这个人家已经实施100年以上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好的地段，那结合四面临路2块土地，快4000坪，在全台南最好的东区最好的平实营区，我想这个地段是绝无仅有。那也很感谢这个机会，那让我们来这里参与建筑。那我想我们会尽心尽力把这样的建筑盖好，提供给台南市民或是台南以外的市民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市长黄伟哲除了感谢青金陵集团将公益融入企业的文化，对109年捐款台南市3个公益团体，今年透过立委林义景的媒合，再次捐赠3个社会福利团体，捐赠动工结合青金陵梦公园的动土典礼，现场贵宾分级，和位伫南港市区核心的梦公园的处长结合公益，会用的美梦成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